我哋好細。當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，上帝好善良，就算一切都好似黑暗咁，都俾人睇到真相。嗰個特別嘅時刻係耶穌嚟到地球嘅時候，但係之後人哋忘記咗佢教嘅嘢，世界又變得混亂，啲靈魂返嚟幫手，就好似古代嘅先知咁，好靈開始同人講嘢，提醒佢哋正確嘅道路。佢哋警告呢個世界正喺度變化，而且有必要保持堅定同充滿信仰。科學同愛一齊，科學成長咗好多，但係有時佢已經忘記咗愛同善良。心同愛必須同知識一齊行。靈修有助於團結呢一切，顯示上帝想每個人都開心同埋永遠進步。世界變緊，就算過咗咁多年，耶穌嘅國度都仲未完全到來，但係而家係時候返去耶穌嘅教導，用信心同愛。信同愛嘅人會喺佢哋嘅心入面感到一種好特別嘅喜悅。每個人都有佢哋嘅使命，就算你覺得自己好細，好似一粒沙咁，記住，冇沙粒就冇山。每個人都有一份重要嘅工作要做，幫助令呢個世界變得更好。連小蟻都會建造佢嘅蟻巢，而小動物亦都幫手形成大陸。一個新嘅旅程，新嘅十字軍已經開始咗，但係呢個係和平同愛嘅十字軍，而唔係戰爭。我哋就好似和平嘅使徒但遵循進步嘅法則，呢個法則就係神嘅法則。